公司嚟咗新人，作為領導，你應該點做？3件事，第一個建立歸屬感，第二件事話佢知該做乜，第三個就係睇下佢做成點。睇到好簡單又好理所當然，但係好多領導就係做唔好。先講建立歸屬感，你日日大把嘢做，有幾多時間可以關心一個新同事？而且直白啲講，點知佢可以留得幾耐？但係人同人之間嘅第一印象好重要，人同公司之間一樣。作為直屬領導，你代表公司，你俾佢嘅第一印象就係公司俾佢嘅第一印象。萬一呢個係一個潛力股，你都唔想糟蹋人才嘅，咁係咪好矛盾啊？我俾一個慳力又高效嘅辦法你，就係將佢放去聚光燈底下，開個大會，將佢介紹俾所有人識。老細親自介紹我俾大家識，即係承認我嘅名分啦，對我嘅肯定啦。咁佢帶頭拍手，全場鼓掌歡迎我出場，好溫暖。咁溫暖係溫暖，不過你都要考慮翻嘅新同事嘅感受啊。公司裏邊連鋪6席都係陌生嘅，一下子企喺所有人中間，個壓力確實係有啲大嘅。特別對而家嗰啲咩社恐00後啊，搞唔好適得其反嚇走佢。所以咧，我建議你先叫佢提前準備下，同佢講聽日早會你親自主持，請佢到時自我介紹一下，主要講下之前嘅工作經歷啊，有咩興趣愛好呢等等。時間不限，就係大家認識下，唔需要有壓力啊。到真係開會啦，唔好直接㧬佢去死喎，先送佢一程，幫佢鋪墊下。今日我哋咧就嚟有位新同事，之前佢喺我哋呢個領域咧就取得咗唔錯嘅成績，面試我同佢都傾得幾深入嘅。我相信將來咧佢可以幫助我哋點樣。如此這般，你雙手輕輕托下佢，佢就更加自信，亦因此產生咗強烈嘅歸屬感，以後好肯聽從你嘅領導同你搏命係嘛？你睇下呢個第一印象係咪好完美呢？然後第二件事，話佢知要做乜以及點做。試用期，顧名思義就係試用啊嘛。對於用人單位嘅角度，就係試下呢個人好唔好用，係咪好真係指意呢個人可以玩出咩花臣？一個新同事啱啱到步，唔熟悉環境，唔熟悉工作，手頭又冇咩資源，冇翻3-2個月係唔可能做出咩業績嘅。所以試用期重點考察嘅係佢嘅能力同埋態度。具體方法咧，我之前嘅視頻講過，簡單講就係俾佢明確嘅任務、明確嘅工作量佢。而任務嘅難度咧，最好超出啲一個新同事嘅能力範疇。譬如老同事一日先勉強做得晒嘅，對一個新同事就有難度啦。又或者唔係幾熟悉公司業務，做起身係相對困難。咁樣嘅安排就非常合適嘅。佢唔識做，就可以考察佢嘅學習能力，可以同時考察佢嘅適應能力，睇下佢識唔識得調用身邊嘅資源，請教老同事借力資源去克服困難。工作超量，睇下肯唔肯自願加班，或者過程發生咗進度有問題嘅，會唔會主動揾你協商調整進度，管理你嘅期望值。呢啲都可以睇出一個人嘅態度同能力。仲有切記唔好低估勞動力市場嗰啲職業殺手嘅威力。試用期唔達標都需要有明確嘅證據。最好你佈置任務有晒書面嘅形式，結果亦都要係顯而易見，咪至於口頭溝通可以避免勞務風險。哪個嘢嘅老細動得都動啊！佈置完任務啦，就要持續關注佢做成點。前面講過，試用期係好難用業績去衡量結果嘅。除咗睇佢交翻嚟嘅功課，我更加中意係聽佢講，以及聽其他人講。假如佢交翻嚟嘅功課垃圾啦，或者講睇佢好埋頭認真工作，聲都唔聲，但係 deadline 到咗啦，功課交唔出嚟，呢個時候先同你講依樣唔識，嗰樣唔曉，呢啲係馬事，唔好嘥大家時間。假如功課 OK 嘅，你滿意嘅，咁就可以進一步考察，睇睇佢嘅團隊合作能力，問下佢呢段時間有咩感想，同時咧都問下啲老員工，睇下對呢位新人嘅同事咧有咩評價嘛。我同你講，再叻嘅唔可以融入支添咧，佢應該都過唔到第3集。咩意思啊？假如你喺佢嘅反饋裏面聽得出佢有啲唔爽，呢個唔爽唔係事嘅問題，係人嘅問題，而且係同人合作嘅問題。或者你喺唔止一個老員工嗰度咧聽到關於佢嘅負面評價，咁你就要小心啦。好有可能佢再叻咧，都唔可以喺你嘅團隊土壤裏面生根發芽成長。睇落係個人才，亦係鏡花水月，遲早都要分手。就好似我帶嘅團隊，個個活潑好動嘅，係嘛？團隊氣氛好活躍，我自己都外向，好好動嘅，唔係嗰種烤黑面嘅老細啊。所以我團隊基因係簡單嘅、快樂嘅、熱烈嘅。之前確實都有個能力可以嘅新人，就係因為性格太過寡淡、太內向，同我哋格格不入，成為咗過客。呢件事俾咗我嘅教訓係咩咧？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始亂終棄。唔一定三觀唔一致，唔一定能力唔到位，性格不合，最終都會分道揚鑣。最後俾建議你，盡量將新人入職呢啲工作做得標準啲 ，SOP 化 （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） 標準作業程序。最前面講咗啦，呢個階段嘅工作對於一個高質量團隊嘅搭建係非常重要，但亦係一個概率嘅問題。你好有可能花費咗唔少時間精力喺一個又一個錯嘅人身上。有咗 SOP， 你就可以等 HR 去代理完成大部分嘅工作，你嘅時間投入性價比就會相當之高。明白咩？仲有管理問題嘅，隨時揾幫我。仲係嗰句幫得就幫。